蒙将军，我刚才清点了一下人数，你看对不对啊？贵女4位，女御10位，家眷6人，奴仆7人，对不对？我问你对不对？对。行了，这些人入住驿馆，剩下的人住在驿馆外。好，舒公主，请跟我来。一个小吏竟敢对将军如此大声言辞，可见其人尊卑不分，粗鄙之地，教化使人。商君之法，在秦国的边城都能执行得如此严厉，连蒙敖这种桀骜不驯的人都要恪守屈从，可见秦国纪律严明。剩下的人跟我来。女一志，姐姐怎么样了？此刻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无非是几日水米不曾下肚，吃的没有吐的多。若能喝上几日米汤调理肠胃，再吃些肉糜补益身体即可。只是舒公主正在发烧，若医治不好，便会转成重症或危及性命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先为公主行针砭之术，再开个方子，连吃5日，或可缓解。珍珠，一会儿拿着药方速去开药，尽快回来。是。珍珠，公主，药可买到了？没有。奴婢出门走了好久才看见一家药铺，我把方子给那里的旗人看，他们翻来覆去根本看不懂。我再跟他们多说，干脆不理我。奴婢该死，误了舒公主的汤药。怎么会这样？笨死的贱婢，给公主抓个药都办不成。哎呀，我竟然忘了，这10里不同音，100里不同俗的，这到了秦国，自然是用秦国文字。他们一定是因为看不懂女医治的方子，所以不肯理会咱们。玳瑁姑姑，咱们这些随驾的臣仆中，有哪个会秦国文字？他们都是打理内政的内小臣，哪里懂得列国文字？再说，我们楚国也算得上天下第1大国，怎的秦国人不学我楚国文字，反而要我楚国人懂得秦国文字呢？我去找蒙敖。蒙某是贾氏，负责护送楚国公主到我大秦国都，遵行的是保护之责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自然是由贵国公主自己做主。再说蒙某又不是什么臣仆之辈，这种杂役小事，请公主自便。我并非是打算劳驾将军，我只求你派给我一个懂楚文的秦兵，去药铺抓药罢了。你们楚国的贵人，自然是经常把楚国的士卒当成下人。可我们大秦的士卒，岂会充当此等杂役的角色？那你帮我找一个懂楚文的秦人，随便什么人。没有。你们楚国那些鸟文，除了专职外务的臣子们之外，没人能会。你要买药，让你们楚人去买，别在这烦我。你这个人，情理不通。你出了驿站，上大街往前走，再往北拐，那边有一个雍氏药铺，那铺主是武关城内最有学问的人，你可以找他试试。要是他也不知道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多谢。月公主穿婚装出行不太合适吧？敢问先生，此处可是雍氏药铺？正是正是，老朽便是这雍氏药铺的掌柜。先生，可识得上面的字？识的，识的。请先生按方抓药。好好好。
之生姜。哎，不对呀，你这药方哪里来的？怎么了？你这药方用量有差错，我不能给你抓这个药。哎，我这药方是女医开的，医术高明，不会有误。我就不够高明吗？啊，我说不对就不对，你赶紧走吧。我这是救命的药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什么药不救命啊？你这药方用量有差错，你这是害人！你快走吧，找开方的人再问一问。啊，公子，在下雍瑞，雍氏药铺的主人，敢问何事惹得贵人烦恼？听说先生见闻广博，无所不知，这是我的药方，劳烦您看看，为何你家掌柜硬说这用量有误？这药方上写的是鸟传，贵人可是来自楚国？正是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先生不肯接我的药方。贵人可知，这秦楚两地虽然接壤，但不仅文字各异，就连这度量之衡器也是不同。我这老仆虽然识得药方上的药名，但因为分量上与我们的惯常有差异，怕是搞错误人性命，所以不敢接此药方。原来如此。好在昔年本人也曾游学楚国，对楚国的鸟传略知一二，知道楚国的计量方法与秦国的不同。这药就由我来抓吧。有劳先生了。您的药包好了。多谢先生。那我这楚国的钱在秦国是不是也不能用啊？也不是不能用，一般来说就是称重。不管什么钱币，大致分量都差不多。我看你初到秦地，若是要多待几日的话，定是要去兑换钱币的。那我找何人可以兑换钱币？此城的银号也是本人所开，我这里还有一些元钱可以兑换给贵人，免得来去麻烦。多谢先生。今日若非先生相助，这药就抓不成了。大恩不言谢，若日后有机会，定当报答。举手之劳，人皆可为，岂敢当一声恩与谢？在下今日也不过是凑巧到此，能为贵人效劳，是在下的荣幸。先生姓雍，这一路往南下去是上庸，莫非您是庸国后人？雍国处于秦楚夹缝之间，早已亡国，国土被秦楚瓜分。如今的雍氏不过是秦国的附庸之臣而已。原来先生也是位公子，失礼了。你还是称我为先生吧。大征之时，故国早亡，不如忘却了。贵人当知，如今的秦国信奉的是商君之法，周天子之旧俗，分封领主之权早已名存实亡。难得商君人亡政不息，秦人守法之严令人叹服。人心皆爱自由，谁愿意被拘束着？秦人守法，也不过是因为商君之法苛刻严酷，所以虽然商君身死，秦人仍感觉压抑，致使不安分者、从军者甚多。这是为何？当军事，军令之下比勇气，比胆量，比杀人。秦人军功之上高于列国数倍，所以秦人与列国征战，排除将帅的能力之外，秦人往往可以战胜数倍于己的他国军队。秦人可畏啊！听说妹妹出门去了，还以为你我就此难见了。姐姐何出此言？因为你我身在他乡，
人生地不熟的，若是走丢了，该如何是好？姐姐多虑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说丢就能丢。只是太辛苦你了。只要姐姐的身子能好起来，我做什么都不辛苦。你越是公主的陪嫁应试，替公主奔波劳累是分内之事。再说，她身体强壮，做惯了粗事差事。玳瑁姑姑此话不对。月儿久病，身体尚未痊愈，就与你我一同素风参与，艰辛无比，何来的强壮二字？再说月儿本是楚国公主，为何她就该做粗使差事？从今以后，我和月儿只有姐妹，没有尊卑。玳瑁姑姑要再出此言，不要怪我迁怒于你。是。你总算回来了。刚才来了一个总角小儿，拿了竹简给你，要你仔细看了。近日有时3刻去见他。见谁？他说你该知道的。那小儿呢？传完了话就走了。我追着问他到哪儿见，他一边跑又一边摇头的。皎皎黄鸟止于棘，谁从木工子车烟稀。我猜想该是黄公子派来的人，但没头没脑的几句话，什么也没说呀。这个人到哪儿去见他呀？他说了。是吗？姑姑放心，我去见他就是了。月儿，刚才我还在担心，我怕我让别人传话说的含糊，万一你要是没听懂，可麻烦了。哪里含糊了？你明明交代的清清楚楚。皎皎黄鸟止于棘，棘枣树，有时3刻，在大枣树下见。可是你怎么知道就是这棵枣树呢？你既然约在傍晚时分，定不会让我孤身往远处去。我向驿馆的杂役打听了，这附近最大的枣树，自然就找到这儿了。傻笑什么呀？天结地灵，我黄仙能遇到如此聪慧的女子，是几世修来的福分。你死里逃生，还这般有嘴。你的手好冷啊。我不冷。不冷也披上。迎亲的人马刚刚到武关，他们定要休整几日。既然奎国和小冉也出来了，正好咱们一起走。我住的客栈就在那条街，我已经和客栈老板订好了马车。3日后同一时间，我在我住的客栈等你们。姑姑，姑姑这几日辛苦了，你回去歇一会儿。锅里的东西我替你看着。
这个不行。为何不行？这是为舒公主熬的肉糜，一夜不可熄火的。我心里有数，我在这值夜盯着柴火，你呢，回去睡2、3个时辰再过来，绝不会误事。这，你只管放心吧，我会仔细看着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我们在这武关城内已经滞留了5日，大秦军法严谨，按期不到一律处斩。月公主，近日末将在此，请舒公主2日后务必上路。将军可知，公主病得不轻，你若逼着她2日后上路，那便是要了她的性命。吉期不能耽误，2日后无论生死都要启程。舒公主若是走不了，末将就是派人抬，也要把公主抬上车。你们为何不派快马给秦王报信，告诉他人命关天，务必更改吉期？若要硬抬舒公主上路，你先杀了我好了。你2日就是2日，2日后你们若不走，我自己回咸阳向大王请罪。至于你们的安全，恕不负责。一入秦国，处处凶险。舒姐姐疲惫辛劳，病倒是意料之中，可病成如此模样，是不是有些古怪？其实，我也一直嘀咕。虽说舒公主身子娇贵，水土不服，但大家同样疲惫。到了驿馆歇息了几日，人人见好，只有公主的身子，让女医治调理后日日见坏。方子是女医治开的，药是月公主抓的。我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文章。请月公主明察。舒公主的脉象起伏不定，的确诡异。可这2日，公主病势转沉后，她入口的每道菜、每口汤都由专人看守着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呀。此刻还不是乱疑心人的时候。既然姐姐所有的饮食汤药都由自己人从头到尾料理，那再想一想，还有没有什么机会可能会让人做了手脚？除了头2日外，之后的这3天，我们都是自己打水，自己买菜，自己烧火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每副汤药熬好后，我也对药渣都查看过。那不该再有什么差池了。月妹妹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你净瞎说！你就是水土不服，调养几日就会好起来的。我自己的身子，我心里清楚，我从没有这么难受过。我怕是到不了咸阳了。别瞎说，吃了药就会好起来的。是我让他出去的。我有话跟你说。
妹妹这一路跟着我，吃了好多苦，眼下已经到了5关了。你快走吧，不要再管我了。姐姐，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不用瞒我，其实那日听说公子谢逃婚，我看你笃定有数的样子，我心里隐隐约约就猜到了。起先你不愿意与我一同出家，后又自请陪嫁秦国，定是事出有因，对吗？你不用说是或是不是。那日你出去给我买药，我心里就暗暗盼着你别回来了。你在楚宫里吃尽了苦，我原想为你做的就是能帮你逃离苦海。如若妹妹真的有个好去处，姐姐也替你高兴。姐姐别说了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在为我操心，这是何苦？你好好喝下药，身子自然会好起来的。玉儿，姐姐，姐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？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就这2个包袱。有时正是一管用膳的时候，四处乱糟糟的，我们分头出去，应该不会有人注目。姑姑，我有话要同你们商量。月儿，你怎么提前来了？快进来。月儿，坐。子歇，我恐怕不能马上与你走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舒姐姐病情凶险，我若甩手走了，她定是凶多吉少。姐姐眼下身边最需要亲人照顾，我想，我应当守在她身边，把她送到咸阳。月儿下肝易胆，你的心思子歇明了，只是怕耽搁的时日太多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风险太大。毛敖将军坚持2日后启程，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等把舒姐姐送到咸阳，月儿就可同葵姑、同小冉与你远走高飞了。既然月儿的心意已定，我依你就是。将来咱们一起到了咸阳，再做长远打算吧。天色已晚，我送你回去吧。
这一分手，不知又是多少千山万水。多少千山万水，子歇都和月儿一起。月儿愿意做子歇的妻子。子歇知道，月儿愿意这一刻就做子歇的妻子。月儿不可，月儿万万不可。子歇视月儿为珍宝，你我只有行过6礼，明媒正娶后，才可结为夫妻。子歇愿意等到迎你入洞房的那一天，那一刻。我的夫君是真君子。这香囊本来就是为你做的，一直不得功夫给你，望你带在身边，看到它就像看到月儿似的。你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你在烧什么？来人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别跑！站住！抓到没有？天打黑，给他跑了。但他也没占着便宜，我在他手上狠狠咬了一口。女医治，这是什么草药？麻黄。我给舒公主开的方子里就有这麻黄。麻黄虽能解除舒公主的寒症，可若过量，必会引起失眠、头疼、心悸。公主现在就有这些症状。该死！我每日检查药渣，只是留意会不会有人放入其他的药物，却没有发现用量变了。若将这草药成倍地加入汤药和粥食里，必然会积水成渊。舒公主身体本来就虚弱，这麻黄让她昼夜不能安睡，不思饮食。假若长此以往，只怕再过些日子，公主不是发狂，就是油尽灯枯而死啊！
是谁这么处心积虑？这方巾不像是寻常人家用的东西，倒像是宫里头的。不用说了，定是秦宫里的人想要害公主。这舒姐姐是秦王迎娶的新王后，人还未到咸阳，怎么就与人结仇了？奴婢猜测，幕后指使之人会不会是秦国的魏夫人？魏夫人？魏夫人是谁？魏后跟奴婢说过，秦国的魏夫人是秦王前王后的妹妹。这些年来，宫中事务由她执掌。她的独子公子华，也是众人眼中未来的太子。秦王迎娶姐姐，难道碍了魏夫人什么事？若真是那魏夫人，她可太狠毒了。姐姐，快躺下，躺下。她从未见过我的面，却想要了我的命。只可惜，我们没有抓到那厨娘，不然到了咸阳，人证物证俱全，姐姐便可向秦王据理力争，拿他们问罪。可我们没抓着那个厨娘，会不会打草惊蛇？那边并不摸我们的底，恐怕还不至于。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有月儿陪我就好了。是。妹妹，我此时此刻才知道，出嫁为人妇，进入秦宫，竟是刀山火海。我前几日跟你说的那番话，并非混热之言。一来，我是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身边就只有你是我的亲人。二来，我也知道妹妹的难处，你我姐妹一场，说不定到最后连个辞别的机会都没有。更何况今日之事，更是让我心灰意冷。我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，你跟着我，只会继续吃苦。姐姐莫把前程看得太淡了。这次害你之人能得手，只缘他们精心策划，而我们毫无防备，加之秦王远在咸阳，鞭长莫及。等姐姐安全进了秦宫，有秦王的庇护，一切就都会不一样了。只怕你要不在我身边，我恐怕自己会少了许多主见。姐姐吉人天相，妹妹若不能日日守在姐姐的身旁，也会时时都为姐姐祈福的。
这条官道叫武官道，一路经商县、蓝田，直到咸阳，大小城池都很繁华。小冉不想去商县、蓝田，那你想去哪儿？小冉想去赵国、齐国，去看邯郸到底有多繁华，去看邯郸的人到底有多优雅。怎么会让那燕国人一心模仿，连自己应该怎么走路都忘了？我还想去看传说中的稷下学宫，去登泰山。孔子说：“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哎，去燕国也可以。听说燕国那边冷的能冻掉鼻子，会不会大冬天满街上的人都没有鼻子？好，葵姑跟你一块儿去，咱们去邯郸看美服，去临淄尝美食，再去燕国看那些没有鼻子的人。好。我今日觉得好多了，就是身子还有些酸痛。我看公主的气色虽然不比在咱们楚宫的时候，但比刚入秦时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俗话说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还得好好养一阵子才能真好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痴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好家伙，这么多人，真是浩浩荡荡啊！
看来给咱们带来了不少好东西啊！你去队伍后面，截住他们，捡好东西拿。好的，大王。儿童们，我们的女人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现在眼巴巴的，正在等着我们满载而归呢。今年冬天的酒跟肉，就全靠这趟了。咱们就能再多撑一会儿，上线的守将一定能赶到。姐姐，披风给我。对，月公主说的对，这披风是万万穿不得了。给我，我星月，那样太危险了。眼下我们都被困在这儿。 可他们并不认识你，能识别的大约就是这件披风了。我去把他们引开。敌人危急，总比大家涉险要强。他
别动念奴婢，好歹是一个人的性命，就由奴婢去吧。刀剑无情，小冉眼下是我唯一担心的人，我把小冉托付给姑姑，千万要好生照顾她。给我公主，如果你有事，所有人都活不成了。默念看，月公主的主意不妨一试啊！你救了大家的命，请受奴婢一拜。月公主舍生取义，救他人于水火，谋告汉人。咱就不必多言。你自己小心。走。你们保护月公主不恩。你还好吗？子歇，月儿，你快走，这里有我挡着。不，子歇，子歇死，不能让月儿死。你快走。不，要死，月儿和子歇一起死。我说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？武威在，你去逗逗这个长得跟娘们似的男人，我来对付这个泼辣的蜀国公主。子歇，我来。我来。你是何人呢？在下楚人黄歇。阁下是谁？你管我是谁呢？子歇，小心！见得大部分还敢跟老子交手呢？别见！你那个男人不中用的东西，不如跟随本王吧！
放开我！看看，小白脸是怎么死的？哪是我们的对手？别吵了，子歇！大良造公孙衍拜见秘书公主。公主，公孙衍救驾来迟。大良造，岳公主，岳公主带人却引开了敌戎，先不知去向，怕是凶多吉少，还望大良造能够快派人去救他。原来如此，恕公主请放心。 微臣马上派人去寻找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定不会让他伤了你。不过你记住，我不在，你也不许伤他一根毫毛。还有你们，记住了吗？是。让我杀他，你杀了我吧！杀了你？哼！那我们这一趟岂不是白跑了？你们杀了我的子歇，既然我杀不了你们，那我就死给你们看！ 把他手绑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不死又不让我死？哎，吵什么吵啊！为一个弱不禁风的小男人，我们这儿好男人多的是啊！你废话！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他是我的命！你害死了他，我杀了你！谁看见你的男人死了啊？我亲眼看到的。
你把他打到悬崖底下了。那悬崖底下是湖泊，死得了死不了还不一定呢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子邪也许还没死。说不好，那可没准。真香！拿着。不饿呀？不饿我可饿了啊！真香。你们为何要抓我？自然是为了钱。你不像是普通的劫匪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猜猜。披发左衽，必为虎祖，北狄西戎。你们是狄，还是戎？丫头，看来你有点学识啊。东胡、临胡、楼烦，白狄、赤狄，西戎，还是义渠？义渠。义渠。义渠在秦国之西北，怎么跑到东南面来袭击我们？你知道你们袭击的人是谁吗？难道你们吃了豹子胆了吗？这买卖做得值啊！为了你大秦王后。哼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在你眼前的，不是什么大秦王后，我只是个陪嫁的应女，不值钱。你骗谁呢？啊，性子如此强悍，见识如此不凡，若非楚国公主，哪来的如此心性和教养？哼，你若不是王后，那这天底下就没有女人敢居于你之上了。哼，若是王后，身边怎么可能只带这么少的护卫？如此轻易落入你们的手中。不错，我的确是楚国公主。不过我是庶出为应，王后是我的姐姐。在被你们袭击的时候，我换了她的披风，为了引开你们。她此刻应该已经到商县了吧？哼！你果真不是狄公主？当然不是。抓你的时候我就起过疑心。如果你是嫁于秦王的新王后，哪会跑来这么一个小男人为你拼命？哼！你的买卖亏本了。这王后的妹妹，多少也值几个钱吧？就是赚多赚少的事儿。来，给你搬上车啊！哎，好，这箱子好沉呐！时间啊！我帮你搬。来，这边。这下好了啊！回去等着大王赏赐吧！啊！哎，可不少啊！赶紧把那个箱子搬过来！这里还有。主人呐！回来！
都散了吧。这马呀，是我们义渠人的好朋友，他绝不会轻易离我们而去的。既然你这么喜欢黑子，那我就把它给你骑吧。但是记住啊，你不能用鞭子抽它，更不能猛勒缰绳。丫头，这一路走了这么久了，怎么也不说话呀？有心事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害怕了，不敢说话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前面就是大三关隘口了，不知道秦人会不会因为迎亲队伍被劫，不让我们过关呢？别担心，他们的耳目应该没那么灵光。再说了，我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，不用跟他们硬比，我自有办法。这就是过关的符节，拿给他们看。好，去吧。哈。舒儿，大王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您了。经过我都知道了，你平安就好。求大王救救月儿。月儿，大王，月儿就是那个会使软鞭的小丫头。听说这次全靠她穿着舒公主的披风引开了一群人，才保住了公主的周全。寡人记得她。来，既然如此，义渠那边要想想办法。大王不妨找大良造公孙衍商议一下，让他推荐个合适的人选。公孙衍一直主张与魏国亲近，反对与楚国联姻，恐怕对此事不会热心。大王，这就是我的义渠王宫，怎么样？还合你的意吧？哎，丫头，既然你不是王后，那不如留在我们义渠，嫁给我们大王。大王可是义渠之王啊！对呀，不比那大秦之王强吧？是吧？是。你个疯丫头！这丫头的脾气像我们义渠的女人。你们听好了，我是楚国公主，是秦王后的亲妹妹。你们言语间再有轻薄之意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真是好笑啊！你现在明明在我手里，却要对我说不客气。哼！大王，再敢无礼，我就杀了我自己！哎，别，我不动啊！滚出去！你这是何苦呢？我不就是把你抓回来了吗？我又没对你怎么样，你干嘛要杀我？又要死给我看？你们把我的子谢打下了悬崖，我即使杀了你们，也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。我有机会便要杀了你们，我若是杀不了你们，我就随他一起去。
你以为本王缺女人非你不可呀？本王让你看看。来。去年义渠王翟离的叔父曾到咸阳，请求我大秦助他一臂之力，夺取王位。大王没有允诺。照理说，那义渠王是得了大王偌大的好处的，理应知恩图报，怎会突然起意劫持新王后的迎亲队伍？此事的确有些蹊跷。父王，那些狄戎之辈如此蛮横无理，儿臣愿带兵前往征剿。眼下不是和义渠交战的时候，义渠人草原游牧，大军围剿不易，而且他们刚刚伏击了寡人的迎亲队伍，必定十分惊醒。大王说的是，此事不宜动兵，该派个妥当之人前去义渠赎回月公主。大秦颇费周折，才与楚国联姻，迎来了新王后，而那义渠王劫去的女子，不过是一个陪嫁的应妾而已。我以为不必如此小题大做。义渠人一向胆大妄为，若不派人前去交涉，恐怕义渠人会以为我们大秦好欺。客卿张仪已向寡人自荐，愿赴义渠赎回月公主。那个张仪却也能言善辩，寡人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就由张仪带人前往义渠，如何？只是张仪初来乍到，人地两生，若是……那就加个熟悉当地情形的人跟他去吧。据寡人所知，雍瑞曾经见过那义渠人，就派他去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公主，这2日住在我这儿，没什么不习惯的吧？把鸟关在笼子里，还需要跟他商量笼子大小吗？谁说要关你了？哎，你们听好了啊！公主若是呆烦了，就陪她出去走走。是，我不过是你的囚徒，在这里走和在外面走有何区别？你看，我的手下把你当成贵客，以礼相待。这你就算真是个狄公主，嫁到秦国做王后，也不过如此。可笑！义渠自己还向秦国称臣，想称王，谁会承认？谁能臣服？知道的还不少啊。没错，1年之前我父王去世，部族内乱，秦国趁机来袭，我们不得已才称臣。可那只是权宜之计，等我们义渠人缓过这口气来，我们就有足够的马匹和牧人。你看到了啊？我的兵卒比秦人的更强悍，我的骑兵比秦人的兵车更灵活。总有一日，我会让秦人向我称臣。但是你们没有关爱城池，没有耕地粮食。我们义渠人是草原之子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何必有什么关爱城池呢？说你愚笨都是抬举。管子设计关爱城池，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你们这些夷狄的办法。对付我们？笑话！别以为仗着兵强马壮就可以耀武扬威。你们若没有关爱城池，就不能储备粮食交易物品。一遇灾年，草场荒芜，牛马无草可食，就会饿死。再强的部族也会一夕没落。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知道什么？
一定是这样。因为你们的草场受灾，所以尽管你们已经对秦投降称臣，却还是要不顾风险来劫持王后车队，以此来要挟秦国，来换取你们部族活命的粮食。没错，我们义渠人本来是草原之王，潇洒放纵于天地之间，无奈天灾，不得已受人之托，拿一些回报。但是我们只听我们自己的，谁都做不了义渠人的主。哼！老吴，干嘛？老吴，你知道管子是谁吗？哎，今天啊，这世上还有你老吴不知道的事儿啊。当初有人花重金让我们劫杀新王后，可那个丫头到手却是个假的，居然受人之托，如今得有个交代啊！杀了，可那个丫头会精灵的，杀了有点可惜啊，是吧？哎，你看着我喜欢她了，可她一个笑脸都不肯给我，还一心要杀我。你的意思是把她睡了？哎，不行，他们，我们草原的女人可以这样，睡在一起，日子一长，不情愿也会死心塌地。可她呀，她会死给我看。大王，秦王派来使者来跟我们谈赎人的事儿。秦王真的派人来赎他？正是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秦国使者张仪、雍瑞、嬴华见过义渠王。雍公子见过，算是朋友。公子华也是如雷贯耳。你是谁啊？这位是我们大王新请的客卿张仪。没听说过。哈，义渠人热情好客，可义渠王让我们站在这里，这不是待客之道吧？好，坐，都坐吧。上奶茶。你们今日来我义渠，有何事？义渠如今大祸临头，我是特地来解义渠之危的。好大的口气啊！说说，我义渠如何大祸临头了？1年多以前，义渠内乱，您凭借着老乌的帮助夺得了王位，但似乎您的叔叔到今日还逃窜在外。去年夏天，他带着财物去咸阳求见秦王，让秦王助他夺回王位，可惜秦王没答应。那又怎样？据说去冬今春，草原大旱，牛羊饿死了不少啊。恐怕接下来，义渠部族的百姓都得遭罪啊。眼下离盛夏还有些时日，这义渠王打算如何渡过难关呢？这是我们义渠人自己的事，与你们无关。不过按理讲，义渠也算是我大秦之臣，若真有求助于大秦，我大秦绝不会置义渠于不顾。可惜呀，义渠王为了蝇头小利，竟然攻击大秦王后的车驾，实在是令秦王大为震怒。设想，倘若此时外有秦军讨伐，内有百姓灾荒，岂不是您的王叔重夺王位的最佳时机？再说，义渠王您毕竟年轻，在义渠部族里，您叔叔的威望似乎更为显赫些啊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们秦人是要助我王叔与我为敌了？也无不可，反正义渠谁当大王与我秦国无关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，
谁才是义渠真正的王？哼，谁是王，还是我们大秦说了算。有我在，看谁敢跟大王作对！你们劫持新王后车马，犯上作乱，没即刻兵戎相见，也是你们大幸。好啊，吃奶的小娃子，来讨伐义士是又如何？哎，公子稍安勿躁，虎威将军火气也太大了点。来，喝杯奶茶。义渠人的东西口味太重，我喝不过。放肆！我倒想尝尝。秦国眼下与赵国、魏国、韩国都不和睦，哪有心思来管我义渠啊？哼！如若不然，今日来的就不是你们几个人了，而是前来讨伐的大军了。说得好。是他告诉您的。老吴精明啊，难怪来之前就听说义渠实际上是老吴做主。张仪失礼啊！哎呀，失礼了，老吴，失礼了。老吴视我如子，我视老吴如父，你这种挑拨没用。说吧，你们准备出多少钱来赎那个女人？义渠王是直来直去之人，张仪也就实不相瞒了。我们此行并非大王授意，乃是我新王后疼爱自己的妹妹，特派在下为特使，带上珠宝来赎回楚国的公主。月公主，打死你个偷羊小贼！打死你！让你再来偷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什么声音？听说是抓住偷羊的小贼了。那个小贼可狡猾了，我们以前这边常丢羊，还以为是被狼叼走了呢，没想到却是个小贼偷的，还是个被狼养大的小贼，带着狼群一块儿来偷的。带我去看看。让你偷！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忘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星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。
偷羊贼！你让你偷羊，不让你偷，不让你偷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这野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他是偷羊贼。哦，哎！你小狼崽子，你撒开！啊！你给我撒开！小狼崽子，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！住手！你们也太毒了！这么小的孩子，你们居然下狠手！怪这草原上贼人太多，你看看他，这么点大的孩子，比狼崽子还凶。贵人说的是，这小狼崽子一直在偷我们这边的羊。今年草荒，我们本来生的牛羊就不多了，他不仅偷，还带着狼群来咬伤我们的人。他才这么小，倘若做贼，那也是被逼的。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他不懂人语。不怕，你别怕。孩子，不怕，好孩子，不怕。我把这只簪子给你们，把它交给我吧。月公主这个簪子能抵过你们10倍的损失呢，还不赶快收下？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哎，大伙都散了吧，快散了吧。你就是楚国的公主，王后的陪嫁。你是谁？在下秦国公子嬴华。原来是公子华，芈月有失恭敬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别怪子华多嘴。公主人兽不分，烂做好人了。公子睁眼看看清楚，这孩子到底是人还是兽？只怕是公子人兽不分吧。把他带到我帐篷里去。是。为了向秦国表示我们的诚意，我们劫的东西可以还给你们，但是我儿郎们总不能白跑，辛苦钱总是要给的。别误会啊，我不要珠宝，我只要粮食。本来我打算把那些珠宝和丝绸锦缎送到赵国邯郸去，换些粮食。粮食可不一般呢，要粮食需大王恩准。那得看义渠王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，能让我们大王恩准给你粮食。如果秦人真心与我交好，我可以答应你们，10年之内，我义渠绝不再与秦国为敌。就这一句，你还想怎样？我义渠人说话算话，绝不反悔。善。王后的妹妹呢？那个别想啊，那个女人，我要自己留着当王妃。这就是义渠王的不对了，我们专程为他而来，你这样做太不够朋友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哎呀，我张仪初担大任，没想到连王后交代我这点差事都没办成，真是惭愧呀。算了，既然你们执意要将楚国的公主留下，那我们方才的交易就一拍两散。啊，我这就回去，您就只当我没来过。至于今年义渠部族的百姓过不了春天，又或是令王叔求到我们秦王帮他夺回王位，这一切跟我张仪都无关。哎，庸公子，咱们喝了这杯奶茶就告辞了吧。啊，
不行，那个女人是我的，我要留下来。药屋这个事儿你别管。雍公子，咱们不急，我看他们已经动心了。老吴，哎呀，雍公子，我看我们就3000车，换那个女人。 500车已经是极限，没有1000车，本王不换。漫天要价就地还钱，如果大王不想换，根本连这个价都不会出。800车不能再少了，600车不能再多，岂有此理！600车都不够我们熬到初夏的，怎么熬不到呢？600车粮食再宰杀些牛羊，不就熬到了吗？宰杀牛羊，那明年我们吃什么？ 义渠王与其把精力放在明年的牛羊身上，莫不如把精力放在眼下义渠部族男女老幼已经饿空了的肚子上。杀了你！杀了我，今年义渠得死1半人，至少。你以为我们义渠人只得跟你们亲人做交易吗？我什么都没以为，我只是想提醒义渠王，这是眼下成本最低、最划算的生意。如果你眼下跟赵人合作，卖掉你那些抢来的东西。 且不说路途遥远，光粮食在路上就要耗掉1半，更何况秦楚联姻，天下皆知，你抢来的那些东西在书简上都有清单。我看谁敢冒着得罪秦楚2国的危险，收购你那些赃物，那可都是秦王后的嫁妆啊！600车，成，600车就600车。雍公子，大王英明啊！你饿吗？这里有热汤，还有烤饼。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 喝口汤吧。月公主，你们秦国的人来了，要带你回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别怕。 他不会伤害你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姐姐，你可以叫我姐姐。听说你救了个小狼崽儿，你还真挺像小狼的。哦，你干嘛呀？你吓着他了。 你怎么看上他了？他跟我弟弟一样大，我弟弟若是无人照顾，可能也会像他一样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放下他！放开他！你轻点儿。他说什么呀？他说啊，他很聪明，通晓人的习性，应该是跟人一起长大的，只是这2年才混入狼群当中，跟狼一起生活。只要把他送回人群当中继续教养，他应该可以跟其他孩子一样。少司命保佑，可怜这孩子。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给他起个名字吧。你说你怎么这么小就有白头发？ 简直像小狼一样，我叫你小狼好不好？来，接着。为何只有300车粮食？先付1半，另外300车要等我们回去以后再送过来。
公子，管子是谁啊？管子啊，齐国的国相，曾经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，成就霸业，是他独创的轻重术与盐铁法。来了。什么是轻重术？敛轻散重，低买高卖。管子曾使用轻重之术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将鲁、梁、莒、来、楚、代、衡山击垮。哎，等等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义渠盛产狐皮，如果我向大王高价购买狐皮，那么义渠的子民就都会跑去猎狐挣钱。到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如果大王点击兵马，发现所有人都去猎狐了，而此时正值有外敌入侵，该如何？如果大家都忙于猎狐，而不屑于放牧，此时我突然停止再收购狐皮，那么已经无人放牧的义渠又会怎样？饥荒。哎，那什么是盐铁法呀？如果大秦和其他各国联手，都不向义渠人出售盐和铜铁之器，那么义渠能挨上几年？断盐1个月，不足必乱。多谢雍公子提醒，我定不负与大秦的盟约。能否请问大王，为何突然对管子有了兴趣？这你就别管了。张仪拜见岳公主。张子，真没想到秦王会把这差事派给了你。是啊，想当初岳公主发重誓与张仪永不往来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你千里迢迢来义渠救我，我谢你。但我也救过你，咱俩互不相欠。啊，不，我叔公主回去是分内之事，公主救我乃再造之恩，所以这辈子张仪都欠你的。回了咸阳进秦宫，说不定你和张仪还会经常见面的。张子错了，咸阳我会去的，但秦宫我是不会进的。岳公主把话又说早了，身为陪嫁应妾进秦宫，理所当然。还想杀我？杀人是要靠机缘的。如果你还想杀我，就得祈祷长生天，让你我还能有机会再见面。既然已经做了一次好人，那不妨好人做到底，让小狼弟弟跟我走。这孩子是我们义渠的人，他的事我做主。你想用小狼来要挟我？趁我还没改变主意，明日你们赶紧走人。虽然我们义渠人不会轻易为一个小女子让步，但是买卖做完了，又后悔的事情是有的。想不到义渠王是个用心很真的人。他说这些日子你在义渠骑的都是这匹黑马，所以让你把马带走。义渠王送公主骏马，怕是用心良苦吧？马就是一匹马，听了公子这话，倒是让人觉得别有用心了。时候不早了，岳公主，请上车。
别叫了，他走了。你看，他走了。她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，她头也不回的就把你抛下了。她说她是你姐姐，我把你留下来，竟然连眼泪都没掉。她在咸阳还有个弟弟。你只是一只狼，又不会说话，估计他见到他那个弟弟，很快就会把你忘了。姐姐，小冉，姐姐，葵姑，月儿，姐姐，别哭，姐姐这不回来了吗？姐姐，这些日子你一心全无，我和葵姑都好担心你啊，姐姐。别怕，姐姐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。月儿，姐姐，天可怜见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让你替我涉险，我真的过意不去。在那些粗俗的义渠人手中，你定是受尽折磨，生不如死。多谢姐姐赎我回来。是大王派张仪赎你回来的，要谢就谢大王。大王若不是看在姐姐的份上，又能知道我是谁？我只谢姐姐便是。你我姐妹同气连枝，你要再这样谢我，反倒让我无地自容了。姐姐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和你说，那就是子歇。当日危急之中，子歇为了救我，被打下了悬崖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你们可有他的下落？那日，秦国的大良造公孙衍来了，我求他率部去救你，可惜还是没有追上义渠人。后来我们在驿馆安顿下来，又派人去收拾战场。可是回来的人说什么？说许多尸体都被狼叼走了，他们只是在山崖下找到了公子歇残缺的衣裳。我要去找他，我必须要去找他。哎，妹妹，送亲路上耽搁了10日，新婚大典会另择吉日。我让大王派人与你同去，快去快回。多谢姐姐。
姐姐，我们明日走吗？明日早上起来就走，马车已经订好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竟然跟张仪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把马车都订好了。看来月公主是要不辞而别喽。张子来了呀，奴婢给张子倒杯水。不用倒水，我是厚着脸皮不请自来的，他都不搭理我，还喝什么水呀？张子若不来，奴婢也要去张子府上一趟，谢张子搭救月公主之恩。魁姑不要谢我，这趟跑腿回来，舒公主已经给了我不少赏赐，秦王也对我青眼有加。你看月公主落难，反而成就了张仪，谁该谢谁呀？顶多也就算一个扯平了。张子说笑了，秦王和舒姐姐赏赐你，那是因为你的才华，什么扯平？面对张子，我只好大恩不言谢了。不扯平又如何？你就要带着你的弟弟走了，我找谁讨账？到时候我到哪里去讨账啊？张子，算账算得好清楚啊！你是用600车粮食换回来的宝贝，你一走，我跟雍瑞白跑一趟倒没什么，但这600车粮食糟蹋了。张子什么意思？留下你啊！留我？对呀，我要给你指出2条道，一条是光明平坦，另一条是曲折晦暗。此话怎讲？你明日就打算离开咸阳？准备怎么走啊？官道向北，出函谷关，先到赵国，再去齐国。啊！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，羽化成仙了。月公主也要羽化一回？大征之时，四处战乱，孔夫子带着他的72弟子上街，差点饿死。你一个小女子，带着一老一小独自上路，哪有一点周全呢？且不说路上会遇到豺狼虎豹、敌戎贼寇，就算是遇到大军过境，你们的性命不也会轻易送掉吗？那如果此路是岸，哪有明落？公子歇与你情投意合，他却英年早逝，令人扼腕。月公主理应尽全力查出背后谋害之主使，给子歇雪恨，也不负了你们这段情缘呢。明明就是义渠人所为，跟义渠有何干？难道不是义渠人为了换取粮食才劫持王后车队的吗？月公主聪慧剔透，也有糊涂的时候啊。你想想看，就算是义渠人有劫人换粮之心，他们是如何知晓宋钦车队的行进日程和路线的？那么多的人马轻而易举就进入了秦国的腹地，还来去自由。月公主不觉得这其中有蹊跷吗？难道是有人通风报信，勾结义渠？那几日在义渠，我和他们交往，只要我提起劫持车队的缘由，他们总是讳莫如深，言不由衷。看来义渠人打劫车队财物，只是一个遮人耳目的借口。剑锋只怕是直指秦国的新王后。张子说的在理，既然打劫，就应该死死缠住辎重车队。可义渠人的兵马，明明都是盯着舒姐姐穷追不舍。再想想，当初在武关驿站，就曾有人对舒姐姐下手，究竟是何人对姐姐恨之入骨？对舒公主恨之入骨之人一定有，但原因不明。
所以月公主理当留下来，凭着你的聪慧查出真凶啊。那义渠王为何一点风声不肯透露？在我看来，义渠王一定知道其中之厉害。他之所以不说，要么是有承诺在先，要么是因为那人位高权重。你们在武关驿馆逃走的那个下毒厨娘，一定有来龙去脉，受何人之命，跟何人联络，被谁庇护。舒公主如今跟秦王去讨公道，一无人证，二无物证，于是投毒下药之事就成了悬案。说不定在迎亲车队里还有他们的同党没有查出，才使得那厨娘下毒下得称心合手，跑路跑得无影无踪。你这一走，舒公主孤掌难鸣，那些人一定会在宫中兴风作浪，谋害舒公主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舒姐姐就性命攸关了。月儿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我们这是好不容易离开楚宫那是非之地，你却又要进秦宫的虎狼之窝。舒姐姐待我情义深重，我至今无以回报。更何况，我若是能细心查出真凶，也可以为子歇伸冤报仇。既然你主意已定，那只好如此了。妹妹终于答应与我一同进宫了，我这心也踏实了。姐姐，此番随你进宫，你必须允我3件事。别说3件，就是30件也行。就3件。第一，小冉弟弟与我相依为命，请姐姐准我带着他，就当是多个小侍童，好不好？小事一桩。第二，我只在后宫协助姐姐，作为应试，万事皆是分内之事，可唯独不服侍大王。你不愿做大王的妃妾，这不妥。人争名位如兽争食物，你没有名分，就没有地位，没有地位就没有相应的衣食供养，就没有在这世上立足的根本。你不服侍大王，难道在宫里做一辈子老宫女不成？我不在意，只随我心。好吧，随你。日后你要想清楚了，我也可以再安排的。总之，不会亏了你。多谢姐姐。那第3件事情呢？姐姐，若有一日我遭遇不测，还请姐姐照顾小冉，善待魁姑。妹妹不要吓我，到底怎么了？详情，姐姐还是不知晓为好。妹妹到这时还说这样的话，你我同坐一条船，知不知晓有何区别？哎呀，妹妹别再让我着急了。姐姐，在官道上伏击你的人，就是害死子歇的人。那些人不是义渠部落的人吗？那义渠人也一定是受人指使，那背后之人必定是在咸阳，很可能就在秦宫之中。这是大事，可如何是好？所以我要随你进宫，查出真凶，为子歇报仇。
魏夫人辛苦了。大王，请饮何锦酒。礼毕。恭贺大王皇后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剩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凭尽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星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